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聽3分鐘港股財經大事，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5年6月19日嘅香港時間下午5點。今日港股個市好似坐過山車咁啊，科技股普遍捱沽，搞到恒指早段插咗1.99%，收市都係浮浮沉沉咁款。最傷嘅係中證港股通科技指數，一口氣跌咗2.49%咁多，好似信達生物、01801呢啲生物科技股就領跌啦。不過都有啲亮點嘅，好似華虹半導體01347就硬淨啲，逆市升咗2.22%，半導體板塊算係有啲睇頭啦。講到今日焦點，實數海天味業03288呢隻新股王啦，佢今日首掛威到震啊，公開發售超額認購918倍咁誇張，定價36.3蚊，一開波就抽高8%，成個消費板塊嘅目光都俾佢吸晒過去。聽講佢集到成100億銀，難怪有啲資金從第二市場走咗去抽新股啦。點解個市咁分化呢？主要係美國聯儲局今次冇加息，維持喺4.25至4.5厘呢個區間。香港金管局都話港元匯率幾穩陣，不過人民幣中間價微調到7.1729，港紙對人仔落到0.91378，啲跨境資金走位就多咗啲變數咯。仲有高盛睇好嘅民營十強概念股表現參差，加上科技股近半年累積升咗26.91%，有啲投資者趁機沽貨套現都好正常。展望聽日，大家要盯實美國嗰邊嘅失業救濟數據同歐洲央行會議記錄，隨時影響人仔匯率價。講開數據，港交所啲數字幾驚人㗎，頭5個月日均成交衝到2504億銀，按年爆升144%。新股集資額更加係上年嘅3倍幾，衍生工具成交都多咗50%，睇嚟個市場都幾旺場嘅。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只係提供資訊同埋教育用途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